样的？这个吗？老夫人，请喝参汤。今朝老爷无色大人，把老夫人是忙啊忙死在。是啊，今朝老爷50大寿，来了这许多的贵客，送来这许多的彩礼，真是多少个体面，多少个热闹啊！老夫人真是好福气。是啊，老夫人真是好福气。红云三款，那两个嘛正是少节多瓜，要不是兵荒马乱，今朝是那老爷50大寿，我娘家个这儿子放阿亲来拜寿呀，搿送来个寿礼嘛，至少要用夜市的光人长到襄阳来，搿么才叫真正个热闹嘞！啊，要有夜市的官员啊！是啊，搿里面的东西啊是块块不清在，搿是数啊数不清在。搿么是呀，我放假个荷包嘛是体无分明个呀。像我辣辣娘家个辰光，那他老爷做寿，不是别个，单单算单嘛，就要寿至3日3夜啊！要介许多寿当啊！那房间里是放啊放不了在，那是放啊放不落在，放得了，放得了。我放假单子厅堂嘛就有东好厅、西好厅，好了，南模厅、翡翠厅、白鸟厅。哎呀，老夫人，搿房子到底有多少大啊？说大不大，说小嘛倒也不小啦。不是当一下王头一样，我只记得我辣辣出嫁那一年，我少娘死丢送给我一座珍珠宝塔，珍珠宝塔，天野海底亚明子，开灯玲珑看天上。那我不能看见过啊！是啊，
搿时候真是把他妈拉了那小家的房中，等谁有机会拿出来给大家开开眼界。谢老夫人，何元济有请吃到。老夫人刚到内房这些，怎么又有客人来了？红云啊，侬去看嘞。一定是哪位贵夫人又是无理来噻？天娘老娘，何元济，何元济，何元济，我家有亲戚到。哦，亲戚。是啊，就是老夫人也想念的湖南方大爷来了。方大爷来了，带我去禀告老夫人。何元济，我话还没有讲完呢。啊，老爷吩咐，先叫方大爷到兰园堂经过夫人。转入这香汤沐浴，更换衣衫，开启高头堂，再配16雷蛋，从后门上马，前门下马。这是我方家的体面，也是沈家的光彩哟。爸，那么你人呢？一人啊，喏。搿就是方大爷啊！爸，侬不会弄错哦？我怎么会弄错呢？快去禀报夫人，知道？知道了。哎呀，恭喜老夫人，恭喜老夫人！有点啥个喜啦？方大爷来了。哪里个方大爷啦？我哪个方大爷来了？我娘家个侄儿子方阿庆来了呀！今早啦，真是一天之喜啦！我呀想，今早总是帮我想着在。红娘，快有请。哎呀，老夫人，搿方大爷身上的打扮是与众不同的。哪个啦？伊呀身上穿的衣裳，是一块一块的。那啦，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，搿是皇上赐下来的八宝衣啦。葛么伊这两箱穿鞋子是为了张开嘴巴吃人哦。搿叫虎头须，也是一件宝礼。快有请。今朝啦，正是那个少妇，少是方大爷来看头领赏，说不定每人赏那一只元宝。谢老夫人。今朝啊，真是三生有幸，可以见识老夫人的十年之在。是呀，方大爷，请啊！穷人就是一个穷酸气，帮忙叫他寻过来的。情到襄阳，兰园堂上接姑娘。在上笑着方请拜见。众位夫人，哪当饮茶？红云啊，老夫人。有没有弄错人动啊？哎呀，老夫人问为弄错啊，是方伯伯讲，老爷吩咐，就是方大爷进府之时，准备香汤沐浴，更换衣裳，背上高头大马，再背16礼蛋，从后门上马，从前门下马，见过我家老夫人，搿是方大的体面，还是我沈家的光？是老爷呀，老爷，乃么侬真是个糊涂东贼啦！
侬晓得阿青搿样子个狼狈，还偏偏叫伊今朝家个上门，要是不是人家看见子嘛，还有啥个体面，还有啥个光彩？嘿嘿。是阿青哦，姑娘，做姑娘啊，你呀想呀想，今朝了总算把我想着在。来，手动。姑娘在上，哪有小走的所谓？噶侬是路远迢迢噶来的，哪有不茶之理呢？手动。此次告诉了。姑娘，久违此言，亲父母命得到襄阳。哎哟，我少娘个记性嘛真好啦，晓得今朝是那姑爹50大寿，叫俺这儿子不远千里到那姑爹做船来个啦啊！我少娘嘛是要面子个，搿送来搿船里嘛，一定是体体面面加个光光彩彩，让我叫下头侍女出来算船里去啊！哎呀，姑娘，小子不知今日姑爹寿诞，违背寿礼，不妨姑娘死在。做姑娘的哪位计较侬个手里来？手动，搿种事穷昏短暂了，连道理都唔啦。阿青啊，假侬吃饭出门嘛，不必在家，搿侬个新郎嘛，也该打扮个呀。姑娘，你真是我母子，莫嫌的刺激我。自从姑娘襄阳来，家乡是兵荒马乱连年在，3年缓3年老，15人家俱无才。我家不应早为落，万贯家在花城回。母子无有栖身地，只落得苦受文当。不要再讲我气贼了！哎呀，真是个阿弥陀佛啦！许多个中我，要是不知人家听见子嘛，哎，当家先生少年生，女来为留子不娇生。你谁家贫穷谁知道，何苦要过来襄阳出人命啊？我凭着刀子到万源。冷场的就是我那情深我的夜狂情，34中规上门不好，倒不是趁早当把欢心。阿青啊，刚侬讲吃饭出门，不是为那姑爹做船来个，刚侬路远迢迢个来，想必是另有要事喽。一来向姑爹姑娘问我，好过，那么儿你望望堂内表姐。也好，那想必还有那3嘞。那三么？自家姑娘面前嘛，有啥闲话不好讲呢？姑娘啊，小则听到声音天，西窗萤火
要得来山隐士去，真乃是愿难修拾少盘川，得到襄阳健康人。自家姑娘没心嘛，为啥要侬嫁了？干嘛侬要多少啦？姑娘不多，把你300两。300两啊！呀！自从感觉银子用崩断了，一开口就300两哦！阿青啊，搿辰光是上京官考起的呀，搿要300两银子，怕啥个用场嘞？姑娘啊，100两做路费，100两当安家用，100两我真的没印章上京听侬搿样子讲大起来嘛，300两银子是要过，不多啊。银子还没借到算了，搿用场倒怕得叮叮当当在了，怪不得哦，我放假介大一份人家，把伊摆得个活脱精光。阿青啊，搿自家姑娘面前嘛，搿点点总归好商量个。多谢姑娘。还不晓得敢不敢嘞？左左右右。搿么阿青啊，俺嘛请决归请决，搿银子总归要归银子个呀。搿侬今朝拿得起，搿打算几时拿来拨我还你？但等小姐过命成就，立即本领奉我。那，搿一讲两讲嘛，一讲到何里得去了个？搿自家姑娘面前借点银子嘛，还要撒个礼地嘞？小姐失言了。阿青啊，搿侬讲有子功名嘛，立即拿来还拨我。要是没功名呢？这那不是做姑娘讲句扫兴的闲话啦。功名2个字，岂能像3只手指头捏田螺加个容易嘞？姑娘啊，小姐退步自清才，自清恰比盲目言，盼我把肉早成亲，昼夜拜读教子言。只得一担风涌起，风的扶摇是上啊青啊天。有志气，不过我个这宝贝呀，当年那功名那是名啊里，富贵送来是分啦有人。姑娘虽有再白衣，只怕侬是强求功名枉费了心。姑娘啊，气色飘慕小欢喜，困睡不要玉梦真。这都是少年贫困后得知，何况侄儿无放弃。那过年4月不安宁侬莫比古人来比世上。你本是礼部公子在相儿，何暖师傅见之名？强为我四尽落难分当子，风骚地来嘛月拉当灯。姑娘啊，七十六千年过，人间哪有百年平？莫道我是尽落难问当子，快手金碗把马出王啊人。我个这宝贝呀，你这是今日
此乃是世上虽富千年富，那人间倒有万年贫。天况那读经多少读书子，潦倒一时来发拉翻身。姑娘我谁不精通那六章杀，个某一想法也懂三分。我眼看起不为个错，全侬上京官考试做来把呀我知道我所终于我所经，遂了又是马路神，早知诚心不是来丢弃，穷子受人不受伤，忙想起那十头亲出门家中是只有一对儿孙王所觅，三困归上比娘亲。我母亲一天只牵二家婆，四天之内起身，放情巧子算一算，我母亲48天苦不眠。堂上我宿舍空空回家去，岂不要问问我是老娘亲？我的为生情难舍，跟我狂老母林的我定你，出门不必在家里。夜莺起舞配人心，姑娘啥雨不到此，离别准备要娘几分。真是登30岁来相娘，只有你姑
娘过素亲。姑娘啊，今石头亲戚靠本，明年大便要龙衙门，啥山平生临永子，不忘姑娘最亲啊，噶侬要上京官考嘛，做姑娘哪有法神仙侬治理嘞？上年到冬天来就不送啊亲，我不照应嘛谁呀照应？这趟月翻身子，我也转光年。今朝啦，看起来佛家是发过门债了。不对呀、今朝我一看答应嫁为300两，搿银子嘛用光在，明朝嘛来嫁600两，后天嘛来嫁1000两。哦哟，要是搿样子嫁下去个闲话嘛，我整家各分家当也要拨伊败光在。再说挑些点金嘛，总之地法没个呀，佛家。哎呀，要是不是人家讲大起来嘛，总归讲我姑娘不尽身心的。多少家的本？红云3块。哎，老夫人。哎呀，阿青啊，搿侬早来3天也好嘛，搿迟来3天也好，今朝啦真是不巧你。姑娘，早来3日怎讲？早来3天嘛，大悲里向个老师他，大佛寺里向个老和尚，伊拉嘛是来呼吁个。哎呀，老夫人啊，侬发发慈悲，让步开开。葛么，伊拉是晓得那姑娘落水好事个。葛么我拿出支笔，啥个说了。一下嘛就300两，侬要是早来3天嘛，我300两不下嘛，也好借拨侬再。那么迟来30年，迟来30嘛，侬姑爹个手做过东西，搿做姑娘个放辣外头，搿个私房东的嘛，也好落落实实地收回来，搿么也好借拨侬个。哎呀，真是七叔碰着月多，不巧啦，不巧。既是此，小则告辞。慢。阿青啊，噶侬是路远丢噶来个，说不能让侬空上手个回去个，我就是平当当嘛，也要借拨侬个。红云3块，我不拿出来。喏，铜钿1000，3米1斗。姑娘，这阿青啊，搿1000铜钿嘛，拨侬当本人用，搿1斗米嘛。背回去，让儿子2个嘛少家吃。侬随便辣辣少娘面前帮我好话几句，就说做姑娘个实在是没办法，搿点点嘛是表表我个心意个啦啊！姑娘，小则受之有愧，请姑娘收回。那个侬不要？哎呀，阿青啊，做姑娘个。总算借不过侬在，是侬自家不要，手讲大起来，不要讲我做姑娘个不尽身情。红云3块，衣服要么拿拿进去，把面嘛好为几个，铜钿放了门房间里向，好打发搞好这个。是。好气好气。姑娘开不心，言语轻薄无放弃，大米前米一堆，还说是当把严门。
等啊！姑娘啊，有钱不可笑穷生，富贵不能忘根啊本。先生道：穷的那位穷到底，富的那位富到根。常言道：黄龙水，文龙也能上天啊天。前朝后代切不能，手比古典老大神。那姑爹哪个？那姑爹哪个？那姑爹有啥好？不能放个啦！想当初路南来跟来跟去，中途落落人啊关系。因与我祖父爱才栽培他，后来在一直要进官朝廷。侬个些出事啊！弄到了西窗跟贼，那姑爹送些么事？那么伊么是真是个萝卜呀？那姑爹，生来嘛就是荣耀虎背个满发文才，个头像西瓜是一丝用我啦。侬啦，我也不能宽重大责。侬是官渡吉凶个一窍不通啦！那，搿只头啦，也不像个冬瓜头嘛，也不像个萝卜头，都像个橄榄头啦。人家那动我呀，都像橄榄翻身翻来，受下去难免讨饭。侬还想做官啊？你说是天都是手里上，头上早给愚公啊命。你说是拼得端正心得好真为明白爸爸那个心。你说是少年欲为立大志，断不为吃瓜路吹送我身。个井底转我难翻身，千岁昆仑怎能赢？我老爷老难死于高官做，侬放心，只好用之分当门。希望你手挽手送礼好，我自从要留3分啊！那，搿只我出生小我斗大红烛难遭遇，分明是小我卸下父子个白玉虎靠呀！侬给我出生，我不早嘛，半把年纪照顾来者，我们要找到底者，侬个我出生啊！我看侬个马头年纪小，怎能头戴乌纱帽？我看侬多节地来运气高，怎能身穿大红包？我看侬若是叫我喜运小，高兴真香不上讨。姑娘，你言重了啊，总不来了有头脸，侬个味道之美，终究跟了侬家儿根。姑娘一眼就看准，今生今世难翻身。放情十月高官做，龙康好穿多算身。放情十月高官做，早在病里嘛出动啊身。放情十月高官做，6月王后虽生病。放情十月高官做，王冠出个别吉林。放情十月高官做，是非是肉了东30牺牲。昭通大臣司官军，皇帝缺少保家珍，东天王帮西夏诏，一心要别侬宝贝放亲。独生姑娘好教训，小则是莫是孤王积财告辞。慢，哪里想？回家。我去见那姑爹子。
小者衣衫褴褛，去见姑爹，欺负岳父你姑娘的体面，定是不见也罢。好过有志气过，我啦，看来那娘个面上，总不得让侬回不到家乡，见不到亲娘。那我这里有个零散的压岁银子，侬拿得去，但不能去而不返。小姐只是野蛮求妻，也绝不随你臣父半分银子。当真？小者一言四策，驷马难追。从今来，月光在堂襄阳来，无关多金臣父们。好，从今儿你是不管襄阳来，莫怪姑娘不留心。这谢家进门再谢家，二家进门断家进。姑娘，小者时候要是有了功名呢？侬还想做过啊？那么侬没听懂？要后悔了，王女士不能后悔之令。即使是告辞。弄得我出生了，好运三花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得知我出生了，气得我是头昏脑胀在了。红云啊，快去趁机心带下来妹妹把中气兄弟，哎呀，红云啊，老夫人，个穷人的雨伞包过了，快送二虎爷哥哥出去，二虎爷哥哥出去。需要开幕啊，两灯开幕，搿段也老短啊。开幕只有两灯，要两灯。门就在前面，你死记有见，死记嘴巴。这真是福禄平阳早创新，老
太平奉小姐之命，请方大爷留步。小姐啊，小姐是神父千金，也是你方大爷的表姐呀。是指想望转管你家小姐，是我要死在身，不能拘留了。啊，方大爷，我家小姐来了。小姐与你见礼了，小弟晚礼。表弟，请坐。小弟归心似箭，不劳此所。表弟，方大爷，我家小姐娃娃没有讲完呢。表弟，请。不知表弟何日到此？今日才到。路上可好？还好。不知舅母娘大人在家可康健分？托付穷尽。翠碧，快端茶来。是。不用了。快拿点心去。这兰用炭早就吃饱了。母亲啊，母亲，这虽是女的，不是了。一到天都到花一丝万里，此情离别好快呀美。何况我身家身在方家，怎能够不如相逢的看你归？君子受应不受挫，难怪表弟落位。表弟呀，曾记当年在何方？青梅竹马两无猜，举母娘当我是亲生，相对更比是阿母哎。自从我家结襄阳，的甘王不少王哎。今日爹娘长到齐，举母娘的恩德忙忘为，真乃是兵荒马乱，路途阻雨夜，心痛十余载。今日难得表弟到，不说团聚总相会。实在家母饮酒醉，一夜帮女修结归姑娘胸交要的好，身背有别就不回。小弟
其实关心世间那剧烈表情模样多理睬。小弟你不愿千里大乡，怎能够匆匆而来几回？我母亲杀于不到此，与贼亲在离呀来背呀。小弟的家脚粗展，转眼已是腊梅开。游子在花子暮年，10夜一门盼儿归。表弟呀，你莫走，游子离家已19，你莫走，舅母娘愿你盼儿归。待我禀明老弟弟，去接舅母相娘来。哦，表弟呀，你留在我家，勤读书，当等来年父成位呀。表姐呀，我年轻年迈难愿意，欲非诚心不便来。一片好意的牢记，且待他年再相会。表弟呀，当朝还有我弟弟在，难道你不去慰慰？表弟你不必匆匆去，你的责问我言悲。表弟呀，你能否出来一儿永远把筹码送的回呀？表姐一起身上相待绿芳情，他怎知我诺和里是难更改。表姐呀，我女方缺少英门洞，家里有无是女儿在，母亲是孤独在家度日间，小弟是恨无上次难飞归。今日师弟十里去，他年否见来亲在。下凡专业之徒弟，是小弟告辞了。表弟，其实表弟这里有位，那日子也不光讲嘞。彩萍，你去拿银子300两，送与方大爷路上应用。是。不用了，小者早有誓言，不遂承不分文。小姐，方大爷，我看见我家老爷又不是我家也放银子，是无是好？表弟他里子多岁光分明，可岁正文大家归。
既然表弟不随我家分文，那预计预报光帝心，送与表弟路上充饥。不用了，神父之物万难领受。这是预计与表弟准备的上元糕。哎呀，好口菜，好口菜！方大爷吃了上元糕，中了上元，步步高。是小弟心领了。啊，这是预计托表弟送与举母娘大人的。难道你不曾借预计一片小心吗？既是知小弟真命。啊，翠碧，你在这边方大爷烧的，我去取上元糕来。小姐，取上元糕，我由你亲自上来，带我去取来。啊，翠碧，你知道什么嘞？我现在好了，就等最后一场，但是最后小姐呀，小姐，一包上元糕有几时嘞？方大爷，不收神父一分银子，这便是无是好。方大爷，你此酒暖，路途遥远，空手而归，是无私的啊！我这里有一锭银子，送与方大爷捐当路费。哎，这怎么是的？啊，方大爷，这一锭银子非是神父之物，是我磕头领赏得来的。你要是不收，岂非把我当作与老夫人一样了吗？光问大姐姓名。小姐上座幸福的，啥问我名叫翠碧。姑娘啊，你枉为同妻莲子过少情，不计要对小翠碧，今日归是大罪人，刻骨铭心不忘恩。真是报他也是人，人人名字
两鬓不可都当作，你要记记子，快快言，你莫为今日从头，上岸到前方要人生。白昼要留神，难道是这糕点乃是林子仙操作？难道是吃了未变长生不老的老寿星？这正是十里姑娘林十女，母女原是一样心。表姐呀，承梦临别成乖点。我本大妈真名大为陈娘亲，只怕丢失在中途，岂不是岳父表姐一片心？大爷推脱不肯认，莫非对娘伤心了心？三平弟子多哪里，使得我丫头无言难出声。
来这人啊？你姑爹来了。燕生，燕生，你怎么不便而迎？哎，我匆匆过来呀。哦，燕生，舅嫂在家可好啊？家母托付安康。哦，安康就好，安康就好。哦，燕生，这里不是讲话之处，放奔白马。是，且慢。小者思慕心切，不能久留，望望故地死在。哎呀，燕生呀！一别匆匆10余年，上把酒烧燕生年。只为那连年兵乱关不动，诸葛云山路万千，面红云端难传心，心系燕生到此间。来，他在故地为家去，燕生接风拜君。故地只为离家思亲切，在此做客多不便。一见故地算是在，使我小者你不行。你不远千里来到襄阳，怎么见了你姑娘就走？难道是只有你姑娘，就没有我姑爹了吗？故地非是小者目无成长，只是姑娘她。燕生，万事由我姑爹做主，快让我回去吧。放奔白马。且慢。哦，再说今天是姑爹我5十大寿啊，你该回去向我拜寿呀。即使是故地在上，对小者拜寿。哎呀，燕生，起来，起来！这里又不是寿堂，你怎么在此拜寿啊？放奔白马。是，且慢。故地姑娘家里要我维护，实难从命。这是为何啊？方才多称姑娘凶教，只是小者方式地说了一句：余官再到襄阳，无官不等臣服。哎呀，燕生，知情国弱，非同外人。即使有失言之词嘛，又何必当真呢？故地非是小者坚不从命，是故道善君可得帅，匹夫不可得其子也。君子受孕不受宠，难怪燕生怒满腔。燕生呀，你许你方东两家亲近深，非同一般不欣赏。你姑娘自言休心他，燕生安心留襄阳。我安把筹码解救少，从此两家与好吧。故地是子孙相对女方情，他正是我诺和你之难更改。故地呀，你枉为同妻莲子过手情，不及故地心意上，上言道恭敬不是从你好。想起了郎用堂上我姑娘，今日里我杀在故地回家去，只恐受起风浪，
故地呀，隐形后年我心结下，小则是月光之色结姑娘。人国有志，不能相加，这是故地我怎能让你空手而回呀？哦，放本，速速回去整理营帐车马。哦，夺取黄金，送颜色回去。遵命。且慢，故地小婿早有之言，臣妇之法万难领受。哎呀，颜色，你与你姑娘夺去吗？哎，怎么连姑爹也在其内呀？是啊，是吧？怎么让你姑爹也在其内呀？帮帮故地神仙。这，老爷，放假就淡定多苗，你不照应，谁来照应啊？这，放本，我是有道理。啊，颜色，我有一事同问。故地何事？不知你母亲可能与你定亲？尚未定亲。尚未定亲。哎呀，颜色呀！我身为公卿，为贤惠，可是不有官职一些吧？我要将小女终身许，陪你颜色苦不相当。故地，要这是穷苦你注定，爸爸老母谁分担？寒鸦风温难匹配，贫富原是不相当。故地修得来清虚，只恐受无障。只怪标记众生事，万幸慎重三思量。颜色呀，颜色莫用这口子，且听故地许家长。想故地当年无奈，写得美文苦难当。啥非你做临安的，我也有今日好风光。是今日放假只有你淡定之，不定我年已半把武二郎，两家岂能分彼此？故地当你亲生呀，我有心选你做东上，人生莫不得玉门当。山盟故地许婚姻，世事万绪心上量。你估计这是为什么好上面去呀？我是你的高堂老母民，岂能对志在他乡是自长？哎呀，估计不就是你尊长吗？哎呀，是啊。今朝我故地请客时，你为家兵我于无妨。哎呀，小孙，哎呀，你快快应在此啊！应聘礼，怎奈我囊中空谷无分文。况且这婚姻大事须慎重，中间还少一媒人。不难，杀杀这聘礼嘛，哎，在你高中之后再慢慢过来，杀杀这媒人嘛，这。
小作一刻不忘儿子，男女两家皆有方本为美。小主人，我还是第一次做媒人呢。世子，小子劝妾答应就是。既是答应，还是什么劝妾而事啊？哎呀，小主人，快派不见顾虑岳父大人。世子，岳父大人在上，小生小婿拜见。哎呀，也是起来起来。方本，快来见过姑爷。见过姑爷。方本，备马。且慢。姑爹，姑娘家里我是不去的。小婿早有誓言，玉官再到襄阳，无官不等胜负。这天时不早，小婿就此拜别了。也是。小婿记下的。小主人，让老奴再来送你一人。老人家，天昏地冻，不劳远送。小主人，你要保重啊！也是，一路上风，早返家乡。
说你为不奉心助我逃，我放弃。想起宝中万月观天星，我何不上错负重击？不哭不哭啊！谢他金针观的小姑娘，我怎能一步老母先从今？娘啊，以前我是最中途，倒不是王公雀鸟不生气。让勇敢事业与翠儿，终身难忘心牢记。这观点乃是陈家物，我宁可我是淄博一。哪里走？哎呀！好上兵啊！留下买路钱。我那平凡之身，哪里来的买路钱呐？包括你什么东西？包括你那是一包观点信。难道还要你自己动手不成？这与你官就是了。快点！好，宝。表姐呀，你可叹你名声官点，晚上自他
助我放弃去赴考，谁知我身穷气短，翻身啊你竟算怪你两腿小，世间失落怎知他身形后已难打败。姑爹呀，可叹你一片真真现成容，害我姐弟心心伤，顺了今生身遭险。
我去搭水上梅。小姐不愿下来，带我去摘几枝梅花上来。你去摘吧。做美雪地光路程，屋子里暖鼓轻举不自爱，他那里生机随动苦伶仃，屋子里生不动去心他那里为望襄阳把官升，但愿他一路平安返家门，太平山造访太平小姐，老爷来了。哦，女儿拜见弟弟。儿啊，罢了！儿啊，快把我家的那座贞子宝塔取来。小姐，贞子塔不是在宝箱里吗？你忘怀了？不在宝箱里。那一定在老夫人这里。哦，翠萍，你快去蓝云堂将紫塔取来。是。也不在母亲那里。儿啊，那紫塔在哪里呀？弟弟是在3日之前，女儿已将贞子宝塔送与表弟了。哎呀，不好了！实在为我到前堂，建议皇子把他当，明知他人他欺人，我家一杯无良药，但不过什么？张熙让红罗两血同心结，同心结乃是女儿亲世结。
子吧？弟弟，这真子宝塔，老在无人之水，老在那强人之手。老在强人之手。是啊。女儿，小姐，女儿，小姐，女儿，切莫悲伤，待为吾将那当他之人送官举办，且并好好侍奉小姐。宋老爷，这真是情义夫妻天理想，气得我旁结穿心。狼狈就无分文，空手怎能放家乡？表弟呀，是今日吉凶祸福难猜测，我只能摸索就问西台下。当原是天下也有相同人，当原是刀口又是出人章，当原是自他已在庙里去，变作好本场。做飞飞翔，表弟呀，你身上有长河短，岂不是方家人仔细上想？举松顶前空虚魂，美梦姻缘难成伤。想不到真他为好方成祸，来表弟以恩终结把林上事情你从未收留到我手，方是猜我天仇长。莫非你
远走千里把石苦，又为中途方向阳。莫非你南沙归国救自己，中途倒腾为我亡？哎呀，莫非你10余年听不懂襄阳话，天生一副铁心肠？莫非你从夫妻兵呀表弟，你与我母亲心一样？你和张公主样不为我恨不得把你自他了恰着当年朝夕相思。大人，传至襄阳地面。李仁婉有2里之遥。好，
传令下去，官上改着名字，就这些免办案，不准走漏风声，不准惊动地方，还有违者，定责不少。是。索取准备衣服和衣帽用品。是。想呀想呀，金色丛林，怎不叫声触景生情呐？想金色帅公则归在老地，玉璧青点侧地方，湖暖西街声声暮，安在无量千心堂。关岳父情绪儿女配婚姻，真理送您为我娘。写表记落秋大写真字他，真诚相待心意长。要放本与小彩屏，其中送看我更忙。此番我白天行草故乡样，我不免云关的白布关阳。一来是应早晚迎接亲，二来是恩报答心来长，三来身边是姑娘，管他是非别心肠。长沙姑娘别了样，往事敢笑不必讲。长沙姑娘不别样，莫怪我一笑万山去谁呀兵大人，如果见败到一道军，以及北齐，是次更以此后。是。这个写这个真差了，开始哭了。
七八的也是这个。紧张。又开始了吗？拉幕就可以这样，拉幕呀，没音乐啊。周老师没有音乐的，先拉幕，开幕。有的已经呀，灯光打开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哎哟，个大惊小怪个，连镜头都不拿当头在。老夫人，我乃方大爷来着。啊？我乃方大爷来了。方阿庆来在呀？跟那看一个光景书啦。意见大不相同。难道伊做主官啦？哎，做了官嘞。啊，伊是前面做班，走，后面一股不，做了个三品大嘞。三品大啦！我啦，早就料到个啦。我放假早上记得，我少娘教子有方。我还是个老糊涂，龙眼失包啦！红娘，哎，干嘛意思吩咐那外甥呢，还是内廷帮军？我看啊是吩咐外甥。哪一个甥呢？哦，江西省。哪一个道呢？啊，老夫人，到倒是猜看呀。个傻头啦，我叫老夫人猜看嘞。个道台当中嘛，虽是大兵个顶头，并没到，不是，到两道，好不是，干嘛也做到，更加不是嘞。啊，那么师傅到东在，老夫人，侬是越猜越不对嘞。到底是啥个道呢？伊是龙虎道。龙虎道，不对呀。江西嘛，只有龙虎山，哪里来个龙虎道呢？老夫人一直做了龙虎山上的道观者。道观，搿难道伊出家啦？哎，出家不晓得。只见伊头戴道帽，身穿道袍，手捧一只毛泽东，手拿两盘毛竹板，这只蹦蹦吱吱，这只蹦蹦走高木，唱支道经者。这个是委屈的。我啦，早就料到个啦。我放假早上吃的样子各种假个没台之身啦。咁么伊人呢？就在外面，把我叫伊进来。是。买，就算我有情。是。挖不着，我看伊还有啥个面孔来见我，气死我，真气死我！方大爷，请啊！姑娘在上，小侄方请拜见。大佛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姑娘在上，小侄方请拜见。哎哟，我大里来个蓬莱道长，原来是我个侄儿子方宝贝来了呀！红云三块，哪两个死糊涂啦？个方大爷来嘛，真啊不但嘛，地呀不少，个岂不是要龙王方大爷个纱帽，龙儿草方老爷个龙袍？姑娘果算求心未改。啊，请啊，请坐，请坐。姑娘在上，哪有小侄的所谓？跟那路远迢迢个来个，我有闲话要问嘛，侬只管说动。此次告诉了。
红云山跨，哪两个死糊涂啦？搿方大爷来嘛，也不晓得早来通报个，葛么也好让老夫人嘛头顶相伴，策划关节。搿现在关节来子嘛，岂不是又要拨人家讲我是重富气贫搿样？阿青啊，周姑娘的有啥辅导之处，侬也不要见怪啊。姑娘言重了。喂，不对呀，搿只活出生，去年来个辰光，一副穷相，颗粒大小。搿今朝来是红光满面，是转有转相个茶有茶香。红云山夸，伊去年来个辰光，出自大业，有官再到襄阳，副官不见姑娘个，搿伊今朝来有啥个道理种子呀？老夫人，伊是刚无腔呀！小心点哦！上言道，要知心中事，且听看中言。让我详详细细去盘问伊一番。嘿嘿，哈哈，阿青哦，我个这宝贝。叫做功名从来不由人，富贵从来不由人啊！王夫人，这话侬讲过我看侬嘛头月生啊，人能头戴乌纱帽，侬是资源富得个万言笑，脱掉红包万字包。小则是高帽头比天有笑，怎能头戴乌纱帽？我看侬嘛也是这个生啊分好，人能生存大红包，侬是正品五品个万言笑，脱掉红包万字包。小则是左见地雷右见刀，怎能身穿大红包？我看侬是三十岁嘞，个老娘呀都等到新时光来到上。小则是若是揭开谁又笑，高雪正香做浪涛。姑娘莫以想法高，我命里不欢喜去呀阿青啊，噶侬有关没关，还能蘑菇侬姑娘个上眼睛？哎呀，做官仔，做官仔，红云啊，快点吩咐了去，后厅把酒快待方大爷。是，拜见方大爷。哎呦，他就变得好快呀！姑娘，啊呀，姑娘小则是名用贵，望与仆姑同进财，用
花，富贵无我份，名落深山万年回。我只得一曲道情到此唱，姊妹一生走天涯夜。五里路微波，穷乡有来哉。阿青啊，搿侬当真是没做官？没有做官呐、搿侬没做官吗？到襄阳来做啥？姑娘啊，小则无官，心啊有归。贞观再到襄阳来，都是为马路与帮先长天看，他说我们一心定能面山啊在。小灯可大灯可，官用很同三生算盘都当得死一个啦！老夫人，伊是想得小姐混混个。哈，搿啦叫做穷心废胎，色心高招。阿青啊，搿侬当真没做官？当真没有做官孤顺没功名，孤顺没有功名呐。侬没功名嘛，姑娘辣花厅把酒，岂不是变成取笑侬哉？小子少说不管当啊！三块，老夫人，吩咐落去，花厅出去酒宴，等方大爷明夜高同志再瞧。是。我做啥了？说得我羽毛里人在了，这有啥好说了？我是小你姑娘啊，小我姑娘做啥？小子的话我没有讲完呢。侬还没有讲完啊？跟侬讲下去啊？首先之言嘛，你是张天口所讲，小子岂为窃听信？因此我们一定要有了功名再来黄昏，这叫做大灯苦之后，小灯苦啊！搿做活出生，活真活假，不要真的做只官咯。阿青啊，搿听侬搿样子讲起来嘛，侬还是做只官了咯。一个小小的官儿。哎呀，说的呀，阿青啊，搿侬一定是大官。哪里？那，搿自家姑娘面前嘛，为啥还要瞒骗你？姑娘用兵。我来讲。见公子命理相近，不愿千里斗知情。做人姑娘好教训，奋发立志得功名。不应中毒遇大刀，强举宝囊难扎心。直到名山异乡地，谁知道嘛？谁知风声女巨星。来了江西必用贤，大酒小子上京城。阿弥陀佛啦，这就是放假祖上贴的菩萨保佑中国咯。阿青啊，吃走。晓得哪来？阿青啊，后来姑娘听听，正逢喜日2月里，马蹄大遍杏花城。7篇文章3张笔，
金殿衰露藏性命，剑指门生三丁家。张元杰的巅峰去。哎呀，恭喜这日子哦，喜这日子啊！这日子啊，我听那姑爹老东讲呀，对面上要是要有家三岁个穷灵妇一个呀。是啊，新进士300名，纷纷齐着五朝门。御花园中摆酒宴，想不到我万年兵也去不中哪里。哎呀，阿青啊，做姑娘的只管懂侬喊我，忘记他帮我上月宫接风采，红运3块。哎，9月18号动作。老夫人，侬不是讲表了吗？哎呀，说对了，我说准备上好酒锅，快带上元宫。上元宫，去呀！是。哎呀，阿青啊，做姑娘的想侬是越会的出山，越想侬是越会的做官啦。我啦，叫那姑爹一马追到九松亭。搿只老糊涂啦，还不肯来哩！我啊，就放本老总管得去个啦！乃么好在，侬们做只官仔，来，跟姑娘一同后天永居，后天永居。啊，姑娘，小姐的话我没有讲完呢。侬还没有讲完呀？哎，跟侬讲了去啊！姑娘，请听。春风喜事精神上，红颜女子聚山啊珍。随后10岁当进士，胡言乱语马大人，天子闻声动啊音。阿青啊，噶侬唱之无罪。是啊，江放情得着还想为是命，因此我放情还是全放情啊，没奈何流落江湖上当。还是个为18，搿侬搿桩事体不好随随便便打嘴啦。搿只活畜生，一些没做过，一些不做过，把我个老太婆弄得昏头昏脑嘴了。我还不是叫伊唱曲道听，审视一个正家。阿青啊，我看侬手拿玉鼓节吧，葛么当真是会得唱道情咯？是啊，葛么侬唱一曲给姑娘听听看。姑娘要听道情，小姐怎可献丑呀？不放肆，唱得好嘛，种种遇上；唱不好嘛，做姑娘也不回来见怪侬个。姑娘一定要听，一定要听。此次小姐献丑了，我老早生长子耳朵辣辣听着。这玉鼓一敲，可以提醒世间名利康。这键盘一响可以唤醒苦海梦中人。定嘎定，乃么明白懂者？要是没学过个一年半载，哪会唱得搿样子个有板有眼？哼，搿老糊涂啦！偏偏把我宝贝啊，那许别搿种个穷鬼，我还是叫伊出来。来人啊，请老爷出堂。啊，夫人，今天是你请我来的哟。是个，
是我请侬来的，侬一马追到九重殿，免许终身的宝贝女婿。啊，有福大神在上，小婿把延续，这真是牛毛当牛去，蓝洞当黄金了。老糊涂啊！今朝叫侬出来看看侬个宝贝女婿，如今啊会得唱道家妙曲子，叫侬出来听听哦。哎，道情有什么好听的？不听道情，且许家长。今朝个道情非听不可，你一定要听，一定要听。好，也是。那么你就大胆地唱来。那么侬好唱在。是。七不胜负啊！苏秦雄华一大事，民不敬神不信心。啊，夫人，这苏秦的故事你可知道吗？哎，可怜苏秦当初得不到功名，现家人都看他不起哟。我听得懂的，用不着侬解释，侬把我说多。也是，那么后来呢？到后来变了心，穷苏秦成了富贵人，落魄佛家为家传啊，是满为一家人啊。我年少决定相望归在十里亭啊。小气苏秦啊，可叹世间万语苏秦少，只身一场不成情。哈哈哈哈，唱得好啊！夫人唱得好啊！好，好，那么延续你再唱一曲。慢慢叫，我不要听着。老糊涂啊！侬当真把宝贝个阿囡许别不跟那个穷鬼啊？搿岂不是好娱乐荒郊，好花出山，牛粪上在？你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这已经摆好东西，好在上在歇在，上月一边拉头又在，外切啥个短命酒？你呀，真是牛眼不识宝哦！侬龙啊，十宝，是这个样子的一只活宝哦。女婿嘛唱道情，个女儿嘛做道士婆，侬嘛跟了后头讨讨动的。哎呀，也是你枉到空忙之事，离你为先，怎么好顶上阵仗，顶上你姑母啊，真是荒唐啊，是荒唐！这个老糊涂啦，哈！这两句我倒有点中听哦。也是，慢慢的，我还不快去，叫你岳母大人赔礼。慢慢叫。哈，我从哪里出？老糊涂啊！侬当真要宝贝俺的许别不能个穷鬼啊？这岂不是好娱乐荒郊，好花出身有风上在吗？你呀！也是既已到此，就该接着完婚。哈，老糊涂啊！侬今朝要是不答应帮我退掉这么军情，我是不同侬管休的。不退，我等侬拼战！老爷，禀老爷。门外来了众多骑马等人，他们前来迎接今晚大神。去！哪里来个贴上巡阅大人？
中陪你上院，情况切身检查于是当。请大人更衣。此事正义是非。是。你要抬轻嘛，可以抬了；你要拼嘛，也好拼了。呀，老爷呀，侬说啥个笑话嘞？侬当真以为我看不起我娘家爹爹亲亲的侄儿子呀？我是啊，当初怕伊得不到功名，又即将发姐姐一个啦。这次你不抬了？不抬过。也不拼了。哦，老夫老妻还上啥个和气呢？你当初有话在先，延续躺着有关，你就黑么多脸，头顶相伴。哎呀，老爷呀，老爷，侬啊，不要趁火打劫噻！侬快点进去换换衣裳，做侬个丈人老头去。放本，放本！快来人啊，快来人啊！上火灯结彩，红砖铺地。今朝啊，是我娘家爹爹亲亲的侄儿子，要与我阿囡完婚节。有啥好笑啦？今朝小家完婚，还不下去做事？我呀，也是换换衣裳，劳劳绵皮，做我个丈母娘妻子。